如何用佛法改變人際關係，化解我哋喺佛教所講八苦之中嘅怨憎會苦。好多時候我哋會聽到一啲信徒會講，佢屋企人好情緒化，一唔順心就抱怨，會指責，甚至乎會用到一啲你唔孝順啊，你唔愛我嘅字眼去抑壓佢哋。佢每次都會好想耐心去解釋，去安撫，甚至乎作出退讓。但係佢發覺越退越攰，越攰就越委屈。佢反問：佛法唔係講慈悲嘅咩？點解我越慈悲，我越痛苦啊？你唔係唔慈悲，可能你用錯力度啫。以上嘅情景就係我哋喺佛法所講嘅八苦之一，怨親會苦。怨當然係唔想見到嘅人成日都碰到面，親就係你越在乎嘅人容易牽纏咗，即係我哋現代人所講，你有哋兩個之間有所謂嘅能量牽扯。喺佛法睇上嚟，只要個心被境界牽引，習氣就會反覆咁相續。想化解呢啲怨親會苦，我哋唔係夾硬要將所有關係切斷，變成斷六親嘅人，但係亦唔需要夾硬耗盡自己所有嘅能量。佛法所講嘅中道，慈悲係要有界線。當你慈悲憐憫眾生嘅時候，你都需要智慧。我哋要關心對方，但係唔係要俾對方拉住走。我哋盡本分嘅同時，我哋冇執着嘅結果。咁究竟能量牽扯嘅真相係乜嘢嚟嘅呢？其實唔係啲好神秘嘅東西。講得白一句，就係你嘅心被帶住走啦。你冇試過呢啲經驗啊？同一啲人傾完偈，明明乜嘢都冇做過，但係就好似跑咗一場10公里嘅馬拉松，個頭呢痛到爆炸咁樣。呢個唔係因為你脆弱，係因為你喺個互動個過程入邊有一種嘅能量牽引。你太在意，你太想改，你太想證明，你怕被對方拒絕，個心一動，能量就向外流。佛法將呢啲所謂嘅能量嘅耗損，我哋會歸納成有3種唔同嘅牽引。一、貪唔單止係講貪財。有陣時候，你貪住希望對方跟住自己意思做，都係一種貪。你貪被了解，貪被尊重，貪被感激。你付出嘅同時，亦期待回報，期待對方嘅改變。一旦唔如你意嘅時候，你嘅心就失咗平衡。第二，瞋。你接受唔到對方咁對你好想贏，好想反擊，好想討回公道。瞋心一起，語氣就變得硬，眼神就變得冷，關係就變得更加對立。最終你可能贏到道理，但係應該輸咗一份平安。痴。你將自己捆綁喺對方嘅情緒入邊，因為你嘅過度共情、過度嘅負責任，覺得自己必須要將呢件事做得好，結果你成為對方情緒嘅垃圾桶。但係對方
冇因為咁而真正學會面對自己。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個起點唔係點樣去改對方，而係點樣學習將個心拉返轉頭。喺怨憎會苦嘅4種最常見到嘅狀態，佛法講怨親會苦，唔單止係講我哋遇到討厭嘅人，亦唔係講緊感情上嘅一啲嘅糾纏。更深一層嚟睇，就係指人與人之間嘅因緣，本嚟就好容易互相牽動我執、期待、恐懼、內疚。有時候我哋以為自己好痛苦，係因為對方太難相處。其實更加常見嘅問題係我哋冇認清楚呢一段嘅人際關係嘅狀態，而用錯咗力度。有時候適當嘅時候需要學識點樣止，唔係學識點樣辯駁。有時候我哋需要有界線，唔係一定需要犧牲。有時候嘅我哋只係需要陪伴，唔係需要拯救。要搞清楚呢段係咩關係，心先唔會一直被混淆落去，從混亂中去消耗無謂嘅能量牽扯。第一類我哋最容易見到嘅就係你避唔開嘅人。有一類苦唔係因為你特別放唔低，係因為根本避唔開對方。有機會係職場上邊嘅同事啦，家中嘅朋友，團體入邊某啲人，明明知道對方同佢相處好攰，但係又無法同佢完全斷絕往來。只要一碰面，一受困擾，你嘅人就好容易生厭煩，甚至乎產生點解偏偏又係我遇到你㗎？呢咁樣嘅委屈感。處理呢啲方法，呢段關係嘅方法，佛教會教我哋少對抗，多止住。第一步，我哋唔係想辦法去改變對方，而係要停止被對方牽住走。因為好多時候，真正令到我哋疲倦嘅，唔係因為對方嘅行為，而係我哋心入邊反覆上演咗一啲所謂嘅內在對話。佢點解要咁啊？佢憑乜嘢咁對我啊？我要唔要反擊呢？我要唔要再證明一下自己啊？只要你嘅心一入到呢啲咁嘅模式嘅時候，你就好容易俾怨氣綁住咗你。所以面對呢啲關係嘅時候，我哋重點係學習少對抗，多止住，少糾纏，多簡短。唔係每一件事我哋都值得爭到底，唔係每一句説話都值得一定要回應。能夠唔接嘅咪唔接咯，能夠簡短處理嘅就唔好將佢拖長啦。收唔係一種懦弱，而係止息業力繼續嘅擴張。對方鍾意挑起是非，未必一定係你嘅責任，但係願唔願意走入對方嘅情緒場入邊，呢個就係你嘅選擇。換句話講，唔係在於要點樣將對方變得好，而係在於點樣唔好再被對方牽住走。第二個種嘅情況就係所謂親密嘅拉扯，呢種苦比冤家更加難處理，因為佢嘅外邊披住一個叫做有愛嘅外衣。越係親近嘅人，越容易被牽動。伴侶之間、父母仔女之間、親近嘅同修之間，常常都會因為一啲大事小事而痛苦。因為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語氣，就足以令到
對方受傷。點解越愛會越攰啊？因為喺一段親密關係嘅同時，你會好容易夾雜咗一啲期待。你唔單止希望對方知道你嘅存在，你仲希望對方懂自己、配合自己、珍惜自己、回應自己，甚至乎活出一個你自己期待嘅樣。於是乎，呢種嘅愛就好容易混入咗控制、關心，好容易混入咗要求。當期待落空，失望就嚟啦。當失望越積越多嘅時候，呢種愛就會變成負擔，變成一種壓力。所以處理呢種關係嘅對治方法，我哋學習降低期待，提升溝通品質，保留一個空間。降低期待唔係要減少對對方嘅關愛，而係把自己嘅安全感，唔好將自己嘅安全感捆綁喺對方嘅表現上邊。提升我哋嘅溝通品質，唔係每件事都要將件事講得清清楚楚。反過嚟，我哋要學習喺情緒夠穩定嘅時候去表達呢件事嘅諗法，而唔係要喺受傷嘅當下即刻立即反擊。因為好多時親密嘅關係嘅裂痕係出現於問題嘅唔係出現喺問題嘅本身，而係出現於喺説話喺一個唔適當時候，用一個唔適當嘅方式去表達出嚟。真正一個健康嘅關係，大家都必須保留一個空間。佛法講中道，人際關係都一樣。太過牽連，好容易令到對方窒息；太過疏遠，又會覺得好冷淡。可唔可以留返一個空間俾大家都可以呼吸到啊？令對方有自己可以跟住自己嘅節拍，自己內在空間去活出自己嘅人生，關係反而更加長久。愛唔係要將對方牢牢咁抓緊，係容許對方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好好繼續活得，將自己嘅生命活得更精彩。情緒嘅勒索，有啲關係嘅，呢啲關係最困難嘅地方呢，佢嘅衝突唔明顯，但係控制嘅方式呢就非常之微妙。對方未必一定係大吵大鬧，但係反而會用一啲好委屈、好受傷嘅語氣，令到你感覺用呢啲壓力嚟綁住你。可能最常聽到嘅就係話：如果你鍾意我，你就咁做啦。我都係為你好啫，你唔幫我啊，咁你就係唔孝順啦。話咁樣做好唔夠朋友喎。哇，你唔夠慈悲喎。呢啲嘅互動其實都令到人好難受，因為雖然好似冇直接去命令你，但係你就覺得唔跟住做就好似好有罪。情緒勒索最厲害嘅地方係去專門利用善良、責任感同愧疚感，所以你越重感情就越容易被牽動，越怕傷害別人嘅人就越容易委屈自己。久而久之，你嘅付出未必一定係出自於真心，而係源於恐懼、源於壓力、源於內疚之下嘅配合。外表睇上嚟好和氣，內心早已疲累不堪。面對呢種情況，對治嘅關鍵就係我哋要學習，我哋要知道慈悲，但係唔係被操控。有陣時候都要將責任去還返俾對方。所謂將責任還返俾對方，唔係一定冷酷同對方講呢啲嘢唔關我事㗎。
而係清楚去分別出對方係有情緒，呢啲係佢份功課，我可以理解，我可以陪伴，我可以提供協助，但係我唔能夠代替你去承擔人生，更加唔能夠因為你嘅唔舒服放棄咗我自己嘅原則。真正嘅慈悲唔係被內疚去驅動住做任何一樣嘢，反而係帶住一個清明嘅心作出回應。你可以溫和，但係立場要清楚；你可以體諒，但係唔需要有求必應。因為一旦你用咗委屈自己去維持呢段關係嘅時候，呢段關係表面上係平靜，實際上係會不斷咁累積新嘅怨同新嘅業。過度嘅共情，仲有一種苦，睇上嚟好善良，但實際上係非常之耗盡心力，就係過度嘅共情。你睇到別人痛苦，你就忍唔住要幫；睇到對方嘅難過，你又忍唔住去拉對方一把；睇到對方陷入情緒入邊，你又比佢更加急。結果對方未必走得出嚟，但係自己就會跌埋落呢個深淵。呢類人往往唔係自私㗎，但係太容易將人哋嘅情緒內化成為自己嘅負擔。人哋一喊你就覺得好難受，人哋一亂你嘅心都跟住亂埋。你以為呢啲叫慈悲啊？其實已經超越咗自己能夠承載嘅範圍啦。到最後你唔單止幫唔到對方，連自己嘅身同心都被拖垮咗。所以處理呢種情況，最好嘅對治方法就係學習關心但不涉入，陪伴但唔包辦。佛法講慈悲，亦講智慧。智慧唔係跌進人哋嘅痛苦，同人一齊去翻滾，而係自己學習企得住腳，站得穩，你先有能力去扶人一把。你可以聽，你可以陪，你可以勸，你可以祝福，但係唔一定要我一定要將你救好變成自己嘅責任。因為真正能夠改變佢自己嘅，始終係佢嘅因緣、佢嘅業力、佢嘅願力。好多時候唔係我哋冇能力幫啊，係我哋幫過籠啊，將原先應該係對方要學嘅功課搶住咗嚟做。長遠嚟講，呢啲一定唔係叫慈悲，反而係令到對方更加依賴、更加疲累。認清咗呢啲關係之後，你會發現其實好多痛唔係你做得唔夠好，係你將個界線放棄咗啦。當我哋清楚以上嘅4種狀態嘅時候，你會發覺好多時候所謂嘅產生人際關係之間嘅痛苦，唔係一定自己做得唔夠好，又唔係對方特別惡劣，係因為我哋成日將唔同嘅問題混為一談，結果應該止嘅唔止，應該退嘅唔退，應該放手嘅卻牢牢抓住。心一亂，界線又唔清晰，界線一唔清晰，怨親會苦嘅感覺就更加明顯。慈悲嘅界線，唔好再做人哋嘅情緒垃圾桶啦，但係亦唔好做一個冷眼嘅旁觀者。好多人一講到界線，就會好擔心係咪將自己變得更冷漠。一講到慈悲，就好容易滑向咗另外一個過度承擔。其實佛法嘅慈悲既唔縱容，亦唔係自我犧牲。真正嘅慈悲係唔讓對方繼續去
彼此繼續造業。點樣唔能夠讓彼此繼續去造業呢？唔係喺高高在上去糾正別人，而當你明知某種互動嘅模式只會令到親恨更加加深，依賴更加加深，控制更加加深嘅時候，你就唔好再配合呢個場景去餵飼對方。對方發嬲，你唔需要跟住嬲；對方勒索，你唔需要因為內疚而回應；對方嘅混亂，你唔需要因為對方嘅混亂而將自己嘅心控制唔住。你能夠守住一份嘅清明，你自然能夠終止呢個惡性循環。所以慈悲嘅界線唔係要推開人哋，係要喺呢個互動嘅關係入邊放喺一個更加正確嘅位置。你可以聽，但係唔係無止境嘅接收。你可以幫，但係唔係將對方嘅人生夾硬孭上身。你可以體諒，但係唔係用犧牲原則嚟換取和氣。你可以愛，但係唔係要用失去自己去證明愛。從佛法嚟講，呢種界線其實都係一種智慧，因為冇智慧嘅慈悲，好容易變成一種嘅牽纏。冇慈悲嘅界線，又容易變得冷硬。真正成熟嘅關係係兩者並行，心要遠，立場要清楚。我願意關心，但唔願意將自己同對方一齊沉淪。正因為咁，我哋唔需要將自己訓練成為一個乜嘢都接得住嘅人。我哋唔需要將自己變成所有人嘅情緒容器，更加唔需要靠委屈自己去成全人哋嘅習氣。我哋真正需要學習嘅係點喺呢個人際關係入邊點樣安住好我哋嘅心，既唔關門唔拒絕呢個世界，但係同時又守住自己，唔好俾呢個世界牽動住走。所以有時一句説話，我好理解，但我接唔住。甚至乎回應對方，我知道你有你嘅睇法，我就到呢度為止啦。可能就更加容易，你唔係去拒絕對方，而係同一時間你學習點樣保護自己嘅心。遇到想操縱你、想貶低你嘅時候，你學習少啲辯駁，多止語。有啲人係專係挑釁人哋㗎，佢需要嘅係你嘅反應，因為你一回應，佢就成功將你拉入去佢嘅情緒場。佛法提醒我哋，唔需要因為用他人嘅顛倒去證明自己。你可以好簡單結束呢句説話。呢件事我哋揾日先再傾啦。咁我哋唔係逃避，呢個指係指住一啲無意義嘅業力相續。盡本分唔等於包辦一切。你可以關心，你可以提醒，你可以陪伴，但係你冇需要將對方嘅人生孭晒上身。佛法講隨緣盡分，該做嘅我全部都去做，其餘嘅就交返俾因緣。當你有責任，將責任還返俾對方，你自己先唔會將自己所有嘅能量掏空咗。正語説話就係修行，能少做好多業。好多時候人際關係嘅衝突都係常常因為口業引爆，所以每次講嘢嘅時候，先問自己3樣嘢啊。呢樣嘢係咪真㗎？我講出嚟有冇扭曲到呢？我有冇誇大？有冇指控嘅成分啊？而係咪善嘅呢？我有冇帶諷刺、帶羞辱、
貼有標籤咁樣嘅意味呢？第三，有冇必要㗎？定係我淨係為咗出一口氣，為咗贏我先講呢番説話？有陣時候停一停，諗一諗，一句佛號南無阿彌陀佛，就好似我哋喺大海一個大船，佛號就好似個錨咁，將我哋重新定返落嚟，個心一拉返轉頭，説話就變得柔軟，説話變得柔軟，關係就唔會硬碰硬。學習用緣起觀，睇到因緣，但係唔需要執着，我一定要去改佢。怨親會苦，好多時候都係啲深層嘅因緣。用緣起觀，你會變得更自在。有啲人會令到你好痛，但係其實同一時間係照見到你嘅習氣，因為你睇到原來我係怕被否定，怕唔被愛，容易內疚。呢啲模式重重複複嘅重演，就係你兩個之間嘅共業嘅成熟。所以需要有人之間第一個去覺醒。有時候暫時有啲問題改唔到啦，同自己講係因緣未具足，夾硬改只係令到大家痛苦。當你將個焦點變成佢點解會咁，改成係我點樣唔會俾呢件事拉住走，突然間你會發覺慳咗好多力，用呢啲嘅力氣用返喺自己修心念佛，照顧返自己嘅身心，你嘅人生會變得更明亮。最後分享3個日常嘅方法，俾將自己嘅心帶返轉頭啊！第一，每日一定要記得返屋企一次，俾10分鐘。呢10分鐘我哋可以念佛、呼吸、冥想、行禪，只要能夠令你定都返落嚟嘅，做乜嘢都係可以嘅。甚至乎誦經、抄經，重點係能夠令個心至少返屋企一次，心有家嘅感覺，就唔容易被外境牽走。第二，清理外在，亦即係清理內在，整理房間，掉咗一啲唔需要嘅物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修行。外在嘅堆積，常係對應喺內在嘅黏着。外在嘅環境變得更加清爽，個心都容易放得低。所以近年所講嘅斷捨離，大家應該重新好好去學習下點樣去清理下自己嘅房間、自己嘅屋企一啲嘅無謂嘅雜物。第三，學習點樣回向，將呢段關係交返俾願力。當你對某啲人仍然有怨、有怕、有放唔低嘅時候，你可以嘗試每日將自己嘅功課去回向返。願我與某某因緣轉怨為和，願彼此遠離煩惱，願增長善緣，願我守住正念，不再以親心造業，願我以佛法安住，不被情緒牽走。回向唔係迷信，而係將找住變成放下，將控制變成願力。希望今集可以幫助好多朋友去處理返日常人際關係之間嘅好多唔同嘅情景，令到每個人都更加身心自在。如果你覺得呢一集有用嘅，不妨將佢同其他朋友分享啊！下集再見。